Hello，大家好，歡迎收睇粵語焦點，我係阿玲。新回陳皮作為陳皮界嘅金字招牌，歷來都係消費者追捧嘅養生佳品。市面上絕大多數嘅陳皮都打住新回嘅旗號招搖過市，但而家嘅陳皮市場早就變晒樣，產地造假、年份虛標成咗公開嘅秘密。嗰啲標價成千蚊一斤嘅陳年新回陳皮，或者從一開始就同新回毫無關係，而央視近期嘅曝光徹底揭開咗行業嘅遮羞布。你使高價買嘅新回陳皮，十有八九係廣西陳皮假扮嘅冒牌貨。嗰啲吹得天花亂墜嘅10年陳化，只不過係1個月速成嘅劣質假貨。而新回陳皮造假並非個例。從沉香到高端4件套，多個消費領域都暗藏類似造假陷阱，優質消費品市場嘅信任危機自悄然蔓延。新回陳皮嘅走紅並非偶然，獨特嘅生長環境賦予佢核心嘅競爭力，鹹淡交匯嘅土壤滋養出茶之間，呢個係其他產區監皮無法複製嘅天然優勢。遵循3年成皮、5年成藥嘅行業準則，正宗新回陳皮歷經3年以上嘅陳化，先會形成甘香醇兼具嘅獨特風味。隨住養生熱潮嘅興起，呢份稀缺性令新回陳皮嘅市場價值水漲船高。喺2024年，新回陳皮全產業鏈總產值已達到261億人民幣。1斤10年陳嘅正宗新回陳皮售價更係高達數千蚊，成為備受追捧嘅高端養生珍品。巨大嘅市場紅利同埋懸殊嘅利潤空間，迅速催生咗一條橫跨貴粵兩省嘅造假產業鏈，令新回陳皮市場陷入咗劣幣驅逐良幣嘅困境。廣西堪州作為茶汁監嘅重要種植基地，廉價原料充足，鮮果收購價遠低於新回本地嘅10幾蚊一斤。喺呢個背景下，20-30蚊一斤嘅監皮再經輕工藝1個月速成，就能仿出3-5年陳化外觀，輕鬆省咗自然陳化嘅時間同埋資金。如果話普北嘅輕工藝係造假嘅源頭工廠，咁新回本地部分企業嘅裏應外合就成為咗假貨提供咗身份鍍金嘅關鍵環節。新回當地唔少企業推出認料唔認產地嘅貼牌服務，只要支付委託費，唔理原料嚟自邊度，都可以俾產品貼上新回陳皮嘅品牌標識。呢個造假模式堪稱係當前消費市場優質品造假嘅短型縮影，利用消費者信任，以低成本原料加快速加工加資質造假嘅組合件，獲取高額利潤。相較於新回陳皮、沉香、高端4件套領域嘅造假手段更隱蔽，產業鏈更成熟，甚至消費市場造假嘅重災區。先睇沉香市場，造假已經從早期簡單掩飾升級為高科技注油嘅精準騙局。不法商家選用300-500蚊一批嘅沉香樹白木作為基材，呢類木材成本極低，通過高壓設備將人工油膏或者提煉沉香油注入其中，幾分鐘就可以冒擬出滿油脂嘅優質沉香外觀，甚至可以達到沉水級嘅品相。為增強迷惑性，造假者仲會按需求添加香精、定製香味，保證味道永久唔散。價格方面更係暴利驚人，成本20幾蚊一克嘅白木注油品，市場價可達300蚊一克，利潤翻近10倍。批量生產嘅造假手串成本幾十蚊，標為沉水旗艦就可以賣出幾千上萬蚊。為躲避監管，製造鏈條仲實行分散化運作，生產、倉儲、銷售環節相互隔離，只通過熟人引薦交易，夜晚偷偷出貨，隱蔽性極強。高端4件套嘅造假就精準拿捏消費者對高支數天然麵嘅認知誤區，喺直播間形成嘅話術忽悠加標籤造假嘅完整套路。江蘇南通、浙江嘉興等家紡集散地嘅商家，普遍將普通麵甚至化纖麵料冒充長用麵，
匹馬面銷售，支數標注隨意誇大，實際40支面料動輒標為50支、100支甚至170支頂級配置。更惡劣嘅係 A 類母嬰級標籤成咗隨意黏貼嘅流量密碼。喺南通部分家紡廠區，純化纖4件套被標為木棉皺皺紗，隨意堆放喺地上就全員貼 A 類標籤，年銷量竟然超過30萬件。為咗令造假更合規，輔料店仲主動提供偽造檢測報告，委託單位測試結果二維碼一應俱全，足以假亂真。呢類造假4件套成本低至95蚊一套，經直播間包裝後售價數百蚊，利潤輕鬆翻數倍。從新回陳皮到沉香高端4件套，多個領域集中爆發嘅造假亂象，並非孤立存在，背後暗藏4大共性推手，成為造假行業屢禁不止嘅核心症結。一係高利潤驅動嘅逐利狂歡，低成本造假同埋高售價之間嘅巨大差價，令不法商家甘願鋌而走險。新回陳皮造假利潤超10倍，沉香造假利潤近8倍，高端4件套造假利潤亦都可以翻數倍。呢種一本萬利嘅誘惑，催生咗成熟嘅黑色產業鏈。二係消費者認知壁壘，俾造假留足空間。陳皮嘅陳化年份、沉香嘅油脂含量、4件套嘅支數材質，均屬於專業領域嘅知識。普通消費者只憑肉眼同埋手感難以辨別，造假者淨係利用呢個信息差，通過外觀模仿、話術包裝，令假貨成功二次充好。三係檢測標準存在漏洞，部分造假行為難以通過現有檢測手段識別。比如沉香注油，如果使用沉香提煉油，正規檢測機構只可以確認木質為餘香料，無法識別注油干預行為。造假產品亦都可以攞到合格證書。高端4件套嘅支數虛標，亦都缺乏便捷高效嘅原廠檢測方法，俾造假提供咗可乘之機。面對多領域嘅造假亂象，消費者嘅核心要摒棄低價執漏嘅心態，從渠道、溯源、鑑別3個維度做好把關，避免踩坑。渠道選擇上優先正規平台同埋品牌商家，避開直播間破價福利、極致低價嘅誘惑。正宗10年新回陳皮單價唔低於1000蚊，沉水級天然沉香每克超1000蚊，100支長絨棉4件套面料成本就超過300幾蚊。低價產品必然暗藏貓膩，尤其警惕熟人推薦、私域直播等隱蔽渠道。呢類渠道往往係造假產品主要流通途徑。溯源核查上緊盯住資質同埋檢測報告。購買地理標誌產品需查看官方授權證明，掃描溯源二維碼確認核心信息。購買沉香、高端家紡等產品，要求商家提供權威機構全項檢測報告，並通過官方渠道核驗報告真偽，拒絕三無產品同埋自行貼標商品。基礎鑑別上，掌握簡單實用方法。陳皮睇紋理香氣，正宗品紋理清晰，香氣醇厚；造假品顏色均勻暗沉，香氣刺鼻。沉香便油脂紋理，天然品油脂分布唔勻，香氣淡雅持久；注油品顏色烏黑刻意，香氣濃烈發悶。4件套摸質感燒線頭，天然棉柔軟透氣，燃燒無異味；化纖品手感粗糙，燃燒有塑料味。新回陳皮造假只係消費市場亂象嘅一個縮影，沉香、高端4件套等領域嘅造假行為，本質上都係對消費者信任嘅踐踏，唔單止損害消費者合法嘅權益，更破壞行業公平競爭嘅秩序，導致劣幣驅逐良幣嘅惡性循環，侵蝕成個消費市場嘅公信力。整治呢類現象，需要打出全鏈打擊加制度完善嘅組合拳。一方面開展跨區域專項整治，對各領域造假窩點、貼牌企業、
資質倒賣商家全面排查，嚴厲查處違法行為，大幅提高違法成本，令造假者無處遁形。另外一方面，完善檢測標準同埋監管體系，升級檢測技術填補漏洞，建立全鏈條溯源機制，強化地理標識授權嘅動態監管，從源頭壓制造假行為。消費者市場嘅健康發展離唔開企業堅守誠信嘅底線，監管部門從嚴履職，消費者理性甄別，唯有三方形成合力，先可以破解造假亂象，重建消費信任，令優質產品真正獲得市場認可，推動行業喺規範環境中行穩致遠。今期嘅節目就到呢度啦，感謝大家收睇。如果鍾意我嘅節目，請訂閱支持，多謝，我哋下期不見不散，拜拜。